台东的4月到6月哦，是掠黑暗层的季节。也毋过，对于台东的渔民来讲，因为台东无拍卖季节，所以绩效是无屏东甲宜兰较好，所以嘛拢无啥爱了哦。即嘛有县议员是望讲，县政府会当来提供20万的奖金哦，好掠到今年头一尾黑暗层的渔民来鼓励渔民。台东县有20多只渔船申请合格，会当掠高经济价值的太平洋黑暗层。即马当时掠黑暗层的季节，也毋过台东的渔民煞无啥兴趣。因为过去台东的渔民掠到第一尾黑暗层，渔民虽然欢喜，也毋过绩效无宜兰甲屏东悬。渔民已经无想要搁开钱甲时间去掠。今年有县机关甲新港区议会合作，向县府争取20万奖金，好掠到台东第一尾，而且重量超过180公斤黑暗层渔民，重新提升渔民掠黑暗层的热情。在东港跟南方澳都有很多的鱼贩在竞标，唯独我们台东这边的鱼贩比较少，所以说这个竞争的价格也没有办法提升。也不过，这项新的措施有渔民认为，掠一尾黑暗层成本真悬，20万的奖金名额阁只有一个，不如鼓励厂商来竞标，提悬收买绩效，互渔民更较有感觉。跟这个饵钱哦，涨得那么多哦，20万，说真的啦，出去的饵钱都不够啦。县府表示，这是县府开先例，互掠到第一尾黑暗层的渔民，未来会看效益，才继续办理。也毋过也提醒渔民，为了永续渔业，掠黑暗层爱符合每只合格渔船的申请配额限制，不当超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